Hello，大家好，我係輔政師 Johnny，我係抗病治抑鬱病研究系列嘅作者。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名既資深又專業嘅抑鬱病病人，患上抑鬱病亦都已經超過30年啦。我去寫抗病治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抑鬱病。上幾條片呢，就已經係講咗我嗰個病變嘅過程啦，由1989年嘅8、9月講到去1990年嘅5月，就係講返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邊，究竟點解我會覺得係我嘅抑鬱病嘅病變過程呢？同埋喺呢個過程裏邊，究竟有啲乜嘢嘅文字記錄係可以俾我參考嚟到去還原呢一個病變嘅過程？咁亦都講咗啦，就係喺呢一個過程裏邊，究竟嗰個病變每一個階段嘅時間裏邊，我嗰個嘅身心狀態係點樣改變法啦？咁咧，今次呢條片咧就會有一啲補充嘅，咁有一啲另外一啲嘅問題可以再去討論一下嘅。咁我成日講嘅就係界定嗰個病，界定點解有病都好重要，因為如果我哋搞唔清楚點樣去界定何謂有病嘅話呢，我哋就好難去掌握咩係病變咯。即係以我去界定有病同埋冇病嘅做法呢，就係去揾出抑鬱病成熟之後，究竟喺我嘅身心裏邊有啲乜嘢係多咗嘅呢？有啲乜嘢嘅情況係以前所冇嘅呢？咁呢啲嘢 identify 咗出嚟之後呢，咁我就去界定自己咁樣係有病咯。咁今次嘅補充呢，就係去講翻，咁究竟喺我呢一個抑鬱病成熟嘅過程裏邊，咁究竟我嘅身心裏邊有啲乜嘢嘢係多咗，令到我覺得我自己係病咗呢？咁我之前都有提過一啲嘢嘅，就係喺呢一個病變嘅過程完結咗之後啦，或者喺呢個病變嘅過程裏邊，我發覺我自己係經常係處於一種情緒低落嘅狀態裏邊嘅。長期憂愁呢一個情況係出現咗嘅，係以前所冇嘅。而第二樣嘢呢，就係其實我喺個過程裏邊，同埋我喺個抑鬱病裏邊，我係有好多嘅時間係想跳出呢一種憂愁嘅狀態，想離開呢一種憂愁嘅狀態，但係我冇辦法做到。我唔想咁嘅時候，我都冇辦法令到我自己嘅身體唔憂愁。所以我就覺得自己係有病。咁呢個亦都係我最早階段覺得自己有抑鬱病嘅睇法嚟嘅，就係我嘅憂愁係可以係跌到好低。呢個低點就係我自己冇諗過，亦都係冇覺得可以係去到咁低咯。第一，第二就係我控制唔到咯，呢一種憂愁。我唔想佢憂愁嘅時候，我冇辦法令到我自己唔憂愁咯。咁由於呢一兩樣嘢我自己都控制唔到，我就覺得呢一部分好似係我唔妥當嘅地方。咁再後期到我寫抗病治2嘅時候啦，我對於我自己身體嘅變化就更加仔細，更加希望具體咁樣去睇啦。
其實我就發覺有幾樣嘢係之前之後係唔同咗嘅。第一咧就係、誒、睡眠失調啦，瞓覺已經係同以前唔同咗啦。咁我經常舉一個例子嘅就係、我中三嘅時候，我係可以好早瞓，可以有好充足嘅睡眠。我早瞓到係9點半瞓覺啦，然之後同學仔打電話俾我啦，屋企人話俾佢聽我瞓咗。我第二日翻到去學校嘅時候，同學仔係要投訴我咁早瞓，點解咁早瞓啊？咁我諗翻轉頭啊，原來我嗰陣時係可以可以瞓得咁好，同埋我上堂係好精神咯，所以嗰陣時有個睡眠質素係好嘅，但係病咗之後咧，個睡眠質素咧就好差啦，好差啦。變咗係我講我病嘅情況就係睡眠失調啦。所謂嘅睡眠失調咧，就係淺睡多夢組成，而且係即使喺瞓着，好似係瞓着覺嘅時候裏邊，我腦袋嘅活動都好似係非常之活躍。我有陣時直頭係分唔開，究竟我係瞓緊去諗嘢發夢啊，定還是係我醒咗喺度諗緊嘢？我喺發夢諗嘢同埋醒咗諗嘢呢一件事裏邊係可以係連貫嘅，可以係連續嘅，即係話我好似喺一個瞓覺嘅狀態裏邊去諗緊嘢，好似係夢咁樣樣，但係原來我呢一樣個狀態好似瞓緊，係可以過渡到去半夢半醒。我都好似係發緊同一個夢，好似諗緊嘢，到我完全甦醒，我好似係完全喺度知道自己諗緊嘢咁樣樣，即係成件事係連貫嘅。我呢一個活躍嘅思維係由我睡夢嘅狀態去到半夢半醒嘅狀態，去到我全醒嘅狀態，都係思考嘅，都係非常之活躍嘅思考活動裏邊啊。所以好辛苦咯，好攰咯，成日啲好似瞓唔到、瞓唔夠、補充唔到咁樣樣咯。咁第二個身體出現咗嘅問題就係好攰咯，疲倦咯。咁好攰、疲倦同瞓覺瞓得唔好，好似係一對孖生兄弟咁樣樣。瞓得唔好，總係覺得自己好攰。當我自己好攰嘅時候，總係覺得自己瞓得唔好。有陣時我都懷疑自己會唔會係瞓覺係足夠，但係只要我一覺得我自己瞓醒嗰一刻攰，我就覺得我之前嘅所有嘅睡眠都係失敗嘅。之前嘅所有嘅睡眠都好似係冇辦法將身體同埋精神去補充咁樣樣啊，冇辦法再去 recharge 我自己，所以我好早嘅時候就即係將自己嘅身心、將自己嘅精神比喻為一嚿老化咗嘅舊電池啦，好似電話嘅電池咁樣樣，用得太耐啦，老化啦。你好似將佢駁條線可以叉到電咁樣樣，甚至乎佢嗰個 indicator 都話俾你聽，呢嚿電係差唔多插滿啦。但係你只要一用電話，嗰個電量就係好快咁樣樣下降，咁啊令到呢嚿電咧又好似去到一個冇電嘅狀態。咁呢個就係我依家抑鬱病之後嘅身心嘅狀態咯。咁由於瞓得唔好啦，由於攰啦，個腦袋嗰個頭顱骨咧係多咗一個嘅感覺，而且好強烈嘅感覺，就係覺得個腦袋呢個頭顱骨係有一種繃緊、裏邊膨脹、逼迫、逼實咁樣樣嘅感覺，好強烈、好強烈出現咗喺個頭嗰度。我睇翻我自己嘅日記啦，我自己日記裏邊最早嘅記錄咧就係後腦有呢種感覺先嘅，但係我已經忘記咗後腦有呢一種感覺嘅嗰個嘅記憶片段。而我依家比較多嘅時間就係喺太陽穴兩邊咯，喺兩邊耳仔對上嘅位置。呢度咧就係即係嗰兩個嘅位置，左右嘅位置啦，頭顱骨左右嘅位置，耳仔對上太陽穴。
就係好繃緊啦，好膨脹啦，逼實啦，逼白啦啊！所以我成日形容佢係有一種腦脹實嘅咁嘅感覺喺個頭嗰度啦，瞓得唔好，好攰，唔知有冇關係？亦都可能同太多嘅思維活動有關係啦。太多嘅思維活動喺個腦裏邊轉，成日諗，就搞到好似嗰兩邊好攰咁樣樣。係成日就係想將呢兩邊嘅地方放鬆落嚟，但係一直都做唔到，一直都唔成功。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不得不提嘅，就係其實我覺得我嘅抑鬱病一個嘅根源咧，就係我嘅心口嘅心髓位置裏邊係多咗一種陰隱痛楚喺裏邊，而呢一種嘅陰隱痛楚同好多嘅負面思想、空虛、不安、擔憂、焦慮、驚恐係好有直接嘅關係。咁而去講乜嘢係有抑鬱病，我就覺得就係有咗呢一種陰隱痛楚嘅出現，長期出現、頻密出現，就係抑鬱病嘅一個嘅好大嘅根源。所以呢一種陰隱痛楚嘅長期出現、持續出現、頻密出現，就係好多憂愁嘅情況嘅開始。咁而當我話我嘅抑鬱病係成熟之後，我經常處於一種憂愁嘅狀態，我深信就係同我呢一個心坎心髓嘅位置裏邊所出現嘅陰隱痛楚係有好大嘅關係。而當我話我嘅抑鬱病成熟嘅時候，其實就係可能就係代表緊我身體上邊係長時間頻密地出現呢一種陰隱嘅痛楚啊。咁喺我寫書寫到去第3本啦，抗病治3啦，壓力下的癱瘓啦，我發覺就係喺我嘅抑鬱病嘅歷程裏邊啦，呢30幾年嘅情況裏邊，我對壓力嗰種嘅過敏係原來係好嚴重，但係喺我有意識嘅清醒嘅情況底下，我經常係忽略咗呢一樣嘢咯，經常忽略咗呢一樣嘢。咁去到就係要真係好認真去回顧、去檢視我自己身體上面嘅抑鬱病嘅時候，我先至重新將呢一種情況擺翻出嚟喺我嘅意識裏邊，我先至察覺，重新再察覺得到抑鬱病、抑鬱成病嘅過程還原翻出嚟。乜嘢係抑鬱病？點樣界定抑鬱病？有咗呢啲咁樣嘅條件情況嘅時候，再擺翻喺呢一個成病嘅過程，係非常之吻合啦。亦都等我自己知道就係當其時究竟發生緊啲咩事，發生咗啲咩事咯。咁關於我由冇病去到我變成有病呢一個嘅過程，大抵上我就咁樣回顧完畢啦。而當我變成咗有病，我有病嘅情況係點樣樣呢？大概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但係詳細嘅每一個病況病態裏邊嘅嘢呢，喺往後嘅片裏邊呢，我就再慢慢逐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今日呢條片呢，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多謝大家收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研究抑鬱病啦。
支持我寫，支持我去出版啦。咁有交流嘅活動嘅話呢，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大力支持。我嘅願望徹底解決抑鬱病，希望可以早日達成。多謝大家，拜拜。